譚振國議員。多謝主席。我首先要申報，我係東華三院顧問，亦都曾經擔任東華學院嘅校董會主席。我發言係支持吳永嘉議員提出嘅原議案同埋其他議員嘅修正案。主席，我都經常出席青年嘅活動，同佢哋交流之中，亦都感受到佢哋深深體會到香港正係經歷產業嘅轉型，唔再只係依賴金融同埋服務業。未來隨住創科產業嘅比重不斷增加，青年人規劃個人未來嘅路向時，都會考慮相關嘅學科。我好高興見到新一代有呢一個嘅規劃。我認為香港嘅高等教學模式同樣需要策略性嘅轉型，完善職專教育體系，培養更多出色嘅技術人才。參考返政府早前嘅數字，創科界人力需求將喺2030年大幅增加至超過10萬人，而去到2028年，業界更加係面臨高達2萬嘅人才缺口。要填補創科發展嘅人力短缺，驅動香港經濟轉型，我認為北部都會區嘅大學城正正係推動教學創新嘅最佳平台。正進行嘅公眾諮詢嘅香港首份5年規劃，表明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嘅重要引擎，院校同區內嘅產業園、科研機構、初創企業連接，強化產學研一體化嘅發展。呢種以產業為導向嘅教育模式喺國際上已經係有成功嘅例子。政務司司長早前率團到德國考察，為我哋帶嚟咗深刻嘅啟示。德國之所以能夠成為工業強國，關鍵就係在於建立咗緊密嘅產學研生態圈。企業唔單止出資，更將業界最新研發嘅需求、設備同埋工程師係帶入校園。以可以布隆教育校園為例，院校同科研機構、產業網絡係深度連結，學生透過共同研發，將基礎研究轉化為實際嘅應用，真正係做到入學即係入學。我認同大學城應該充分吸納呢一種將產業需求同教育高度對接嘅成功經驗，培育高質素嘅應用型人才。相比起傳統研究型嘅大學，應用科學大學更專注喺產教嘅融合，課程亦都更貼合市場嘅實質需要，能夠快速咁樣回應園區對應用型人才嘅需求，填補傳統教育同產業之間嘅空隙。我十分樂見都會大學同埋東華學院等應用科學大學聯盟嘅成員，先後係表示有意進駐大學城，將課程直接對接企業嘅需求，令教學同產業真正打通，為北都、為香港培育出具備全球競爭力嘅專才。我相信隨住北都大學城嘅落成，香港唔單止可以培育出本地高端技術嘅人才，更加可以憑藉一流嘅產業配套，吸引全球嘅優才來港，壯大本地人才庫，進一步打響留學香港嘅品牌。主席，除咗長遠嘅規劃，優化本地現有培育渠道同樣重要。職業訓練局作為本地技術人才嘅最大搖籃，每年培育超過20萬嘅職專學生。面對新型工業化，職訓局亦都由過往偏重傳統嘅勞動力，轉為培養配合未來發展嘅高端人才，尤其係聚焦綠色嘅能源、智能製造同人工智能等嘅新興範疇。同時透過轄下25個行業訓練委員會，同業界保持緊密嘅溝通，因應實際人力需求，動態去調整課程嘅內容。我認為呢種緊貼市場、靈活應變嘅機制，正正係確保香港人才喺經濟轉型下能夠與時並進嘅關鍵。我期望政府把握發展北部大學城嘅契機，參考國際成功嘅經驗，完善職專教育體系，為香港培育出更多國際化嘅職專人才，為國家同埋本港創科發展貢獻長遠嘅動能。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同埋修正案。